靈修2025年6月15日，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天國是他們的。馬太福音5章10節。當我們面對這個世界的雙重標準時，內心常常會感到無力與委屈。明明只是誠實地說出看法，卻被說驕傲；別人批判時被讚為有批判思想、敢言，我們表達時卻被指責情緒化。這樣的情景讓人懷疑自己是否太敏感，又或為了融入別人圈子，模仿他們，引致被他們用商標，以致質疑信仰的堅持是否值得。但回到聖經，我們看到連主耶穌也曾被世界誤解，他行善被說靠鬼王，講真理被無謂褻瀆，最終無罪卻被釘十字架。如果我們是跟隨他的人，怎能期望世界會完全公平對待我們？作為基督徒，我們不是要裝作堅強，而是在受傷時學會把心交託給主。我們可以對不公義表達立場，但不需用同樣的方式還擊，因為我們的價值不是來自人的掌聲或批評，而是來自神無條件的接納與肯定。面對雙重標準，我們學習不以惡報惡，卻也不委屈求全。我們學習在沉默中倚靠神的公義，在痛苦中尋找屬靈的安慰。在這樣的時代，仍選擇為真理發聲，為信仰堅持，正是我們活出基督光的方式。願主賜我們勇氣，不是成為世界喜歡的人，而是成為神喜悅的人。因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天國是他們的。馬太福音5章10節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你是公義的神，也是看顧人心的主。當我們在世上遇見不公、惡意誤解、受批評時，主啊，我們心中實在難過。我們不是沒有錯，只是想誠實表達、堅守信念，卻被貼上標籤、被定罪。我們感到孤單、無力，甚至想後退，不敢再堅持真理。主啊，求你來憐憫我們，拯救我們脫離這些歪曲是非、混淆標準的環境。在人對我們不公平的對待裏，求你親自成為我們的安慰與伸冤者。不要讓仇敵的聲音壓過你對我們的肯定，讓我們記得，我們是你寶貴的兒女，無需靠世界認可來證明價值。主啊，也求你為我們預備屬靈的夥伴，真誠的弟兄姊妹，在你的愛中彼此扶持，不互相批評，在真理中一起成長，不落入論斷與比較，建立一個讓人可以誠實說話、彼此代禱的群體。主啊，我們無力改變世界，但我們願被你改變。求你賜下智慧、溫柔與剛強的心，在這不義的時代，仍作光作鹽，靠主站穩，活出你的榮耀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，阿們。